混沌层山上卷曲，鸟声花里团圆，家人对子两笑颜，绑上了我的真灵娘，这里里微微上上下下。八字一人苦人美，两位小师们，妈妈，魏公子不想举梳妆可好？卫兵妈妈都已准备好了，都已准备好了。牛已经梦一场真，梅香泪美味喜庆啊！东忙并开金空枪，举灯啊，妈妈点对另一声。邻里呀，生这里，恭喜贺喜！快看都来了，夫妻姑娘快配迎接。良医良缘续甘枣，美人美酒老相好。心事花草连天醉，生死养化情人马。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贤妻别了居，当真是玉镜仙子哦！喜气开把门。你个乖乖，当真是帮儿留神。奴家是正头娘哎，不妥，实在是不妥。啥？有什么不妥的？干啥？专门偷汉就是不妥。呸！我不偷汉，你能吃得这么胖啊？不陪你们了，我要接新娘子去啦。今日小女属龙，按原宗规矩，不幸得到就吃喜剧吧。与卿和公子，与卿相聚。了啊！快，湘君来了。
小事情，小生带有恭送礼品，就一阵相聚，永为丁门子。嗨，我来同言。看你这模样，只配同须。我是先生相聚吧。好，陪公子弟子相聚同言。家头主人也记下，往生处于富平仓，亲戚今日心意事，不觉东风桃李花。却不及道理花了。姑娘，相君心礼，公子爱我姐夫，认同此心意。相君，好说好事，随下吧。向你们贺喜呀！彩也却是花梅转山红。
是那师生相依度你娘，君是那不离不弃梦美丽。每当庭上三生路，苦尽归来难为千谁？里并肩走，同甘共苦，走到头。相聚。万里江山曾奔兵，死生起伏却自我与君子同心结，一起扫荡。泪哟泪，泪哟泪。这是新艳呀，迷离灯火是沉醉，曲终人生二更门，东湖的金杯烟匆匆君上相寻头。杨文聪，杨老爷到。杨老爷，你来了。养老驾到，有失远迎。老夫也有自导自演演，趁此喜宴炸山，希望将开，道一声恭喜贺喜。杨老爷，请上座。谢寿。稍非养老作法，朝中岂有今日？公子相君接待家人，天缘之合，天意含义妈妈，这是，哎呀，湘君呐，杨老爷这个大美人，前天为湘君备了嫁衣寿食，今日么有天庄来了。算得清大宝箱，只为翠鸟泪所藏。
你当作自己生来自己养，为了张脸，夜登门来团杨老爷，你虽是马督夫之亲，自始至愿，也非宽裕，为我亲自进见，来点烟花止渴。在奴家受之有愧，在老爷私自无名呀。今日恭请老爷严明，以便督报。是啊，我与杨兄萍水相交，这曾经太后也就不便。既莫问起，小弟只得实告了。小弟实是从月之头。元黑，莫非是做过光禄的袁大臣？袁大人，为何这般自嫌？不顾有那作下之意，嘿兄啊！他见你做事在军很文章，毛笔破眉太郎，今晚方才巧相遇，家人才知得一旁。杨兄，先生你为我们商量就行，相争的儿不允许，难道是啊？既是那月黑来相称，既是他一番才华，三分忙袁大人原是我年薄，必其为首，却自已久。此番无功用尽，令人不解。元兄有一段苦衷，要把语作下。苦衷？哎兄，元老本为吾辈众生，为救东陵，咋对回当？为业一败，东陵凡事之事口罪，佛在自身有身，长陵公爵无所不用其极。元老每日向天大可有，东来相残，非后生不能救我。神必神也，实能无辜。明日见主生，小生实养，节节分晓。官人此言是无道理。那袁大人屈服军师，廉耻上京，夫人女子腹不托马，他人图之，公子救之，这是此何等也？你相约太荒唐，要为奸当特贼呀！苦自愚人是敌军，虚妄旁人是断肠。相君无恙，精彩不移于花房，安定落草去无光，不是谁不是分那苦。相君。方
愿君的平心静气细思了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这湘君的气息也太高了。小生不知，湘君怎奈何生为有言？杨兄，平康你能把名节讲，贵生我托所命你在院堂。他分得清之后子，我骗不了中间情话。后记必翻唱，从后请你我许生讲，叫声杨兄李世才，这张脸还情，远别归朝这一场。这么好的东西，丢弃也已，可惜呀，可惜妈妈。哎兄，既然如此，告辞。杨老爷，杨老爷，杨老爷，最好啊！小相后弃将懦弱，闻到正事有杀人，快快开门！怎么晚了？哪个敲门？原来是杨老爷，天色已晚，晚了也有。不是夜话，儿孙在哪里？湘君今日刚有了一岁新巧，正在楼上听他。沈兄，杨兄何日匆匆到此？沈兄万不知有大事寻你了。有何事？此次进话。沈兄，凡记得2月前，永远是托你之事么？过2月回国挑壮士，金陵城乱作一段不尽将与他有私生意，我许是一封开奏事。兄，公贼神气，无敌死此话怎讲？今日操办一个事，还大臣不离民心，虑今今。那马是赢，马是赢怎样？一人
下令做男女。神兄哪里去？愿我与我所我见习，下次高升无天理。此公此呀无必报，拿下脸子去。正好趁此忙一句。将军年少太高丽，弟子权贵不起。事到如今反悔子，愿罪天我子女。是啊，是不你是关进到这也灭何惧是李母女。心火言啊，死后甚香。官人，你评述好几诗句，今日恰有遇是你。他丈夫不足女儿推，今早转世且高飞。到哪里去呀？中原故土一梦尘，生死为命，世上情。我是愿情，穷途苦，天涯何此空深。我倒有个算计，请讲。赵武司口法大人是临阵门生，早上一时到他一人为兄分别，何不随他到外暂避一时？四公真正长念，倒好。但不知四公欲说何此？问他来金陵公关，暂避应允。此次即可起人吧。快点！离合悲欢分一生，
把新兵来到先饮一步吧。但见西风吹太急，扫灯一坑红尘坑，相聚层层聚散思难人，究竟曲中悲惨天上松竹插月老，曾见道友从花心。奉老爷之命，俺许里相聚，值得夸赞。这就院中他母女二人，是他才是相聚。老夫来了，两边尽北向，八面玲珑高。杨老爷，四位随我来吧。来此一时，快快叫门！开门！哪个叫门？这么好吧？怎么叫呼？杨老爷，你走上园了？都快请正娘出来！哦，妈妈快来，妈妈快来！杨老爷到门。真理，杨老爷，这是哦，哈哈，真理文聪到来讨喜，道喜？道什么喜？如果大老官要来娶你领，哎呦，你看这菜椒青玉门花菜，三把花里红须。是哪家来娶？怎不早生？灯笼上写着中堂诗，只顾老大臣要自己去。非也是赵武铁娘大人。殿下亲事早已未断，怎么又来举说？去，我要关门了。不要管，让我进去审。你们下去等哎。
好人一片。你还不知吗？那位爹娘要来讲去，又是哪个？一时压人的爹娘。杨老爷一向痛爱我母女，为我下此毒手。不关我事，谁就马大人听说你拒绝爹娘，不算大怒，便令田父讲去，母怕你受气，带来无你。杨老爷，恳求老爷始终就见，始终就见。杨老爷，依我看呐，这300彩礼也不算吃亏，夏军家国少妇也不算失俗。再说你们有多大的本事，敌得过那2家4里？杨老爷说得有理。熬他不过，趁早收人下楼吧。妈妈，你是哪里完了？宝儿，快叫丫鬟们上楼，来接湘君梳妆。妈妈，湘君。美是养老主，婚是妈妈做主，营门宾客都是见证。这定门之说，你们放了不成？传奇美，她是我终身意，玉门是谁在？上天，今为谁到楼来相留他的我与后郎反终恩情，生生世世。黑公子自今必后不知去向，倘若3年不归，你也等他。莫说是3年，就是10年、8年，湘君，我也不讲那言当。等不到后郎，绝不下楼梯。
佩服佩服，当初去年进京，又在夜间很生杂了。杨老爷，过去下雷长江，还要长船呐！即刻下来，即刻下来！事到如今，由不得他了。杨老爷，这里我们收下了，大家就把他送来传音。请把花园捧顺了。宝儿，妈妈，夫妻相聚，且当我吧，安心吧。哎，学姐思索，好过葬礼。等一等，夜已三更，况取女子不当发长久，我们上来拿神，上来拿神，上来拿神。来了，来了！无奈哦，相顾劝你自己。什么原因？自己真理，藏家忠良也是好事。相君既无造化，你倒替他相认去吧。这段不能。真理。一时一伤，叫我是舍得。可是明朝那人，看你舍得舍不得。也罢啊，叫相聚收拾来，我去走一遭。不好，不好，这怕有人舍得。我说你是相君，还有谁能辨别？既是真的，少不得有种心人脸。快点下来，快点下来！来了，
来了。将军我好好教训，我替你去下来下来三更夜，红灯红灯满路灰。提家提家添家去，不知不知好好好，新人下来了，请上轿。上轿，上轿。杨老爷，哎，老乡，你好狠心。上轿，上轿。眉下泪呀，这款你言不容易，小郎从此路甚困。
想当初，海浪谁是也曾经一段世俗举情浓。一度过彩云故人中，也曾经迎来这青山爱故事，这见影伤心痛。
可问天家，我破营门昂来抢亲，我又怎肯背负回来？再可怜妈妈替奴当贼，飘然进去。妈妈才知道忘我啥事送真去楼空，不眠此地那上流群里风。
恨
人的红绿水面下，一行水绿带寒烟。相君，认真相伴，家成冤，风息精通，此次昆生老爷来了。是养老啊！整列从良，相君多事，放心不下呀。相君不肯下来，我们一同上去吧。好。相君又有病身，困在帐内，不必管他了。这把孙儿怎么有虚度红颜？相君去婚时免学见物。祭奠血痕，杀粉红颜。不免天色之意，点缀起来。哎呀，只是没有落色正好。给我踩着门草，扭曲线子，全做颜色吧。甚好，甚好。夜风芳草落，花间美人红。妙妙妙！爹君妙笔，曾知道，落叶红花成一套。皆从阳东必是阿春，好比那，好比那，好比那昆山墙别人了水路你三句不离本行业。这说就叫桃花锁，桃花锁。杨老爷、苏师傅，你们都来了。奴家得罪相君，下官有瓦上一把无罪。这不是奴家的旧孙吗？血迹斑斑，看他真的。相君啊，养老算能妙传，真不见赏。桃花不明，顺地飘零，都是养老替奴心
生了，当拜托你现在而生，将这4万寄去，免得相君一番冤枉。是，我也想留心刑房，自他才生施工，释怀本性，此外来人诱到扬州，竟有动高奏兵，昂不去了。我不是为相臣便找寻，太须得相君也速才好。我的千载万苦，聚在此水，就把孙儿寄去吧。这封家书倒也新鲜。师傅，拜托了。不是停止随风。
大手在养育根。二公子才是早些，在下去寻觅也所属。你早去早回。好。此乱早飘荡，相逢恰故人。困那人好是苏坤生，那无人也好是真理妈妈，给我私叫一声，坤生兄。洪生，唤我！果然是苏师傅。原来是侯小红，真要去寻你，不料在此地相遇，真是谢天谢地。古来生在这位求人，这娘，果然是真娘，真娘。你何不到此？我真要去寻你，不宜落水，为真理所救。岂在？湘君又为何不懂呢？湘君，他在哪里呀？公子，一言难尽。怎么？在华顿生。二公子，此你最后相君受戒，不肯下来。爹娘比婚事事不容，一对可的。怎么？他长死了，所幸必伤及性命。后来呢？为保湘君整理铁甲。怎么？怎让你提家到天府？家到天家，受尽凌辱，生不死。怎样？大夫人心狠，关我城门，专家算上那位君爷。坤生兄，你又何故到此？我受湘君之托，代诉于你。湘君有书信于我，写在哪里？写在哪里？公子。
飞雪，死生因果，不知因相君啊。这不是血统见资盆，这是那乱世情怀，儿女闻。万不忍问候相公，因何暖来？我是去求谁告去王后，不料他匹夫无门，被徐定国专制随着刺杀了。小生只得卖罪王后，顺流东下。你看着他路上乱军速从，叫我如何面目再见四姑娘？此为赢得桃花锁，定为尽力走到相聚，再做主意。怎样？你呢？想起旧缘之子，一家人都知，世今相逢，至少一个相聚。相遇莫算岁岁雨，前路茫茫少一人，想起张仲秋娘自此我们三人就此别故了。公子，
悠平水空相聚。古来生疏无义的，伤痛而今重遇起，满脑无声无定着往后盼，与故思念离的尘。我里死生本已空，他偏金陵，他便金陵把你心。
起心来，上都江。老师兄，袁大人，对家境莫唠叨，娘高美举，问贤举杯相。举杯，举杯，老师兄，请。龙玉兄，命你先的妓女可曾到来？给到底都到了。今日衙前用不着他们，叫他们去吏部过堂，观夸教材，往照学院之事去吧。恩师，这是我特命他们前来伺候救急的。留下那个最小的吧，他唤什么名字？他叫李子李。李儿未必正也啊！换李这里写来证据查去。走。陪着见年松，没分言，谁谁敷衍真风。待我做个女离恨，玉娘扎鼓声声骂，管教他出来引你风雷动。魏大圣李真理得到。李经理还不过来征求查取？为何要退？不为，样样不为，何成铭记？本就不是。可了，于今日
用以胜来。经文本，母女个开心血涌，旅程不是过程忙，为人恶情张牙龙。李正理，今日老爷们在此饮弄，不必独自疏远了。杨老爷，奴的冤屈，实得在此一说啊！堂堂之公啊！断壁乱草方正，八方大军翻长sơn，正从特权为己谋，后庭花十一身孤天记中，把我烟花付出侬，平天谢地陪上用。李正理子胡言乱语，给当罪。李正理原是东陵狂士，偏体之辈，实算是放肆，给当重重的当。不要看他年纪上小，未必是那个李正理呀，便是他又怎样？东陵八族无烟花结金童，再可恨断不了的为家中。好大的胆，骂的是这个，他把我们都骂了，罚款一笔，丢在雪中。心上原是痛，一心杀风虎头洞。你这个奴才，当着那个大老爷这般放肆，可恨可恨！啊，袁大人，袁大人，
本奴才何难出世，这是为了我这乡之徒。是，这乡出征，苍女之间，天人之别，何足介意？宋山那天赵国疾苦差事，叫他去做，不能拿去吧。奴家一贫一死呀，途不尽杜鹃，须门兄。好一张牙尖，被这奴才搅乱坏了，可恼，可笑。
此间。本将退，清退先，不操前前。曾几不观烟线，望眼乱转。这上门续宴，不免擦身而上，可有何日才呢？今非了末日墙，踏破了苍穹。望一落夜半卷，是夜上面。天庭院无人观，那孤城村。夜中儿心惶惶，来到楼前，来到梅香来了，待我悄悄上楼，悄里上殿，等他醒来，神的消失，不知有多少惊喜呢。情报预定年，王某不是相聚为我受亲戚家的单亲，把仇见。这是我将军的误事，待我亲戚抬门来。这风俗年年，倒像绝话不开的。这就这样，将军去了哪里？将军去了哪里？城门锁城在边，铁门铁不为不。
能花自考察琉璃樽，烟笼香，此语古城长一铺怀。你是何人？来我寓书。这是我湘军长儿，你为何如此？我乃瓦氏来迎，并不杨龙玉送我来此地。原来是蓝靛兄，久仰久仰。圣兄真好，小生何难何朝中？哎呀，分明真儿，今日谁得因为请坐，请坐。借问蓝靛兄，不知我那湘军现在哪里？嗨，少宗兄，那一日马子英袁大人在绍兴亭上学，把湘军叫拉去拯救苍穹。拯救苍穹，那湘军他，那湘军啊！你不惧色气凌乱，因你亲自策权节，把他们接到因此起国兵，教子英明你在我，这份害忠良为家中，搅乱了朱家店。那后来呢？那马士英袁大人趁我其实恼羞盛怒，竟亲自下罪铁当啊！可怜学弟缕缕血。今是心花
奔去生肖不要紧，愿红零碎送海年。跟上贼，你一生后宫生死啊嘿，我到梅楼望好谈，来世飘零，儿女见梅子花当须必须见。相聚也，倘去天交婚，也学暂团算。他靠马家业，血将冰雪存。他是女灭恨，他是情亡。金泥土，莫讨烟花凭心间，四色不烟花群里的理想居。亏生我中原四门。十里长江东临泽市，愁思情侣不才半头，望苍青城
暖子少宗兄，少宗兄说的是，比起相君，我辈八府一用是谈不是也。少宗兄，请夸我一幅画来。相君，马也多，这位相君时节所关动。不揣宝妹，做此相君马言度。华医生尚且有人的事，今日神兄来到，非你莫属了。相君马言，皇室从也。为此话的事，朝中岂管推脱？我的。祝贺君言去功，红颜一路不相从。虽要自此长生考，拼得明天，兄弟好。好事，好事，什么好事？老余兄，你也来了。哇，自恋陛下相得益彰也。曹宗兄，我已见过昆生老自立一道境外，姐姐赶来一位。龙游兄，哎，相君旨意上过，何事能为？三爷相告，遥遥无期。那我就在这里等他。师兄不可，汉军马元当道，企业放着。朕建立水部东林之后，发生什么？师兄命令帮手，此地万万不可久留。有心杀场，不立为天大。师兄，我与昆生老下去，看来还是四公一处，岂可避后，又可放过。少宗兄，且给龙云兄一拳吧。就此别过，蓝天兄。花
披荆凑成少。平讨张耀兴，本是锦衣卫堂官，因家生之别，流离江南。后有经永历朝清风，繁言去回。寡官归于此，怕云哀。今丰仪有年7月15日，光焰陶中大赦金台，又为先帝祭祀难忠诚烈士，休在罪戒。请法师巡坛，因杀嫂之意。烈性长，可亲烈王下笔下，是眉山故事。切公堂，且相赠，小酒送香，手一领金刚，古来才请法师普发神光，同照三界，指示君民。你们传众，请举此。贫道今日祭奠我殉国君臣烈士，金陵书记乃为金木力切，终能再起。此为谋传不谋恶，谋大不谋小，方不负立祖立宗也。敬请法师教诲。对面场地，分明是我相聚，蔡郎的声音，相聚。你在哪？是，你在哪？师父，你在哪？相聚。
女本在此处调情，你们絮絮叨叨，说的是哪里话？到此地覆天翻，放国放天下，匹夫唐其有则自己，万灵情根血统，岂不可笑？此言差也。从来男女色交，甚至他人，你儿被花，情有所钟，生生不及，先生死后滚蛋！呀呸！两国匆匆，你看，国在哪里？家在哪里？军在哪里？父在哪里呀？偏是这件花园情歌，和他不还吗？几句话，说得朝中冷火凛凛，似梦初醒，真正似梦初醒。他头才真是弄尽回城镇。你晓得了？弟子晓得了。既然晓得了，就此拜定居之为师。是为的借问计，改面是后生，弟子也晓得了。既然也晓得了，就此拜卞玉京为师。是。你们换了桃佛，各自随师傅下山去吧。是。你看他分金国贵。风